这2天雨落了上界大阵的，就是台北甲新北。台北的阳明山是透强风变大雨，文化大学改做远距离上课。也那倾听讲，自昨半暝12点，统计到今中昼12点，这12点钟内就已经落超过300毫米的雨，是全台湾上界多。提醒这观众朋友，若是出门，都要注意安全。雨水变作水雾，一阵一阵破起来。伫学校附近虽然有野雨伞，不过步步艰难。风神风台加上东北季风滚假，草山顶的文化大学21改作山顶上课，嘛有学生照常出门。没有打，没有打。有下到吗？有，刚才去教室。每个礼拜2风雨组上，所以我们就想来试试看，结果真的有一点大，所以我们就要离开。嘛有爬山的人原本要上山，嘛被迫放弃。草山顶连续2天风头雨强，那20个载雨级阵风，可能还有超级的大水雨。记者现在就位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后山，可以看到现场呢，雨是随着强劲的风一阵一阵打过来，甚至还有机车受不了当场倒地。若是草山，根据21气象署的资料，台北市包括上山、信义、大安、中山、中正这几个区域，平地依然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。那树林、北投山区，阁可能有超级的大水雨。另外，新北市嘛要注意。目前看起来总累积雨量，我们大概有可能会上调到600到1100毫米。那各单位还是要严阵以待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就来灾害应变中心、各交控中心关心雨水，因为新北包括邦桥、三重、中和，同款几内地区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。另外，山区三峡、石碇、平南、平溪、乌来，各注意超级的大水雨，再当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